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的3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1节到28节，出埃及记35章第1节到29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到2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摩西第一摆去找法老王谈判的时阵，就有讲到，互我的人民离开去离旷野来服侍我。建筑会幕是伫摩西上西奈山领受着10条诫了后，过来领受着敬拜上帝的诫命，得到上帝命令讲，就爱伫安息日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出来记35章第1节到29节，安尼可以睇到。摩西调集以色列全会众，对因讲：下面是上主命令恁着遵行的事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是圣日，是献予上主的安息日，着完全休困。若有人伫7日做工，着互伊死。安息日恁逐口罩毋通起火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这是上主的命令，要奉献礼物来予上帝。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，拢通带礼物来献予上主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鞋啊，幼地布甲山羊毛，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。上顶的皮金合环木，点顶的油，制作汤半的圣油，甲香的香料，红玛瑙以及要轻伫以弗得甲兄弟的宝石，恁中间牛的师傅拢得来做上主所吩咐的物件，就是会幕。包括伊的布片甲顶面的挂，以及钩仔、棒、环管、条仔有顺空的做，约柜甲伊的棍，约柜的挂甲遮伊的张片，摆献祭的饼的刀甲伊的棍，桌顶的器具甲献祭的饼。灯台甲伊的器具，灯火甲灯油，香坛甲伊的棍，香末的圣油甲香的香料，会幕的门帘啊，烧化祭的祭坛甲伊铜的网啊，祭坛的棍甲坛所有的器具，洗肠的盆甲盆座，亭的掌围甲伊的条。有顺空的座甲亭的门帘啊，会幕甲亭的漆啊甲锁啊，以及幼工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得穿的礼服。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的面前出去，所有受感动心欢喜的人，拢带礼物来献予上主。这的礼物通用来做会幕各种的器具甲圣的礼物。所有甘心奉献的查甫人甲妇人人，拢将金器，就是形前的饼尖圆糕做囡仔的手指、手环摕来摇摇的做礼物献予上主。因若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鞋啊，幼地布、山羊毛，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，甲上好的皮拢嘛着摕来。所有会当奉献银甲铜的人，拢带来做礼物献予上主。所有一金合环木通做逐款路用的嘛，拢着带来。手艺真牛的妇人人，着将手捧洗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洗甲幼地布拢摕来，手艺真好，心受感动的妇人人就捧山羊毛，遐的领袖嘛，将
会当轻伫以福德甲兄弟的红马肉甲各种的宝石摕来，因阁将油甲香料带来做成油，做汤末的圣油，以及香香。为着上主吩咐摩西所做着的讲，所有受着感动欢喜的人伫以色列，无论男女拢着将礼物带来互上主。不但是爱伫安息日咧敬拜上帝，佮着爱关心乐意的奉献，这是以色列人伫信仰生命顶悬的职责，佮较是现代基督徒所爱执行的责任。上礼拜咱已经提到着今仔日的经文，彼得伫遗忘的中间来拒绝食遐的以掠做无清气的物件。但是上帝甲伊讲，上帝看做洁净的，你毋通看做垃圾。敬拜上帝就是应该有安尼的心志，顺着上帝的旨意，就算是违背家己的有限的认知，违反着文化民族文化的这个的常理，咱也伫这个中间看见彼得的顺服。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到23节的记载，隔日差不多中昼，这三个人行要到约帕的时，彼得爬起伫厝顶祈祷，伊腹肚枵，想要食。人伫为着伊准备食面的时阵，伊入神。看见天开，有一个物件，亲像一块大块布四角头掉地，垂落来到伫涂骹，内面有各种的走兽、虫拖甲空中的鸟类。有声音对伊讲：“彼得摕起来食，摕来食。”毋过彼得讲：“主啊，绝对袂用食啦！我毋食这个污秽、无清气的物。”迄个声第2摆对伊讲：“上帝互伊清气的，你毋通看做污秽。”这个代志继续有3摆，迄个物件随时佮收起在天顶。彼得感觉真奇怪，拄咧想这个异象是甚么意思的时阵，哥尼流册内人已经找到西门的厝，来徛伫门口大声问讲：“有一个叫彼得的西门住伫遮无？”彼得也伫想这个异象是甚么意思的时阵，圣神甲伊讲：“有3个人来要找你，你起来，落去，甲因做伙去，毋通求图，因为因是我册内。”彼得就落去见遐个人，甲因讲：“我就是恁伫找的人，恁来有甚么贵事？”因讲：“阮的长官哥尼流找阮来，伊是正直佮敬畏上帝的人。”受到全体犹太人的尊敬，伊得到圣天使的指示来请你去因兜要领受你的家事。彼得就请因入去，然后因伫遐来过暝。诚心实意敬拜上帝的人，就会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也只有愿意听从上帝旨意命令的人，才会通领受到上帝的恩典。诗篇35篇11节到28节，凶恶的见证人站出来，因查问我毋知的事，因对我用歹报好，互我苦无助。毋过因破病时，我穿满衫悲伤，刻苦禁食，为着因头祈祷。我款待因，亲像我的朋友，捌做我的兄弟。我哭得哀伤。伊若为着老母死去得悲伤，毋过我跋倒失败时，因斗阵欢喜，连像份人嘛一直甲我凌辱攻击。因做伙逼上我，踢笑我，痛恨我，对我家己切起。主啊，你若点点得看，要看偌久？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，救我的性命脱离少壮的师。我要伫大聚会的中间来感谢你，伫众人的中间来称赞你。求你毋通用阮无缘无故对着我的人对我夸口，毋通互无理由怨恨我的人甲我赢，因为因无讲和平的话，颠倒造谣，众伤意爱和平的人。
因开喙大声攻击我，讲你看咧，我有亲目看到。上主啊，你已经看到，求你毋通点点。主啊，毋通徛远远毋插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主啊，求你精神，求你起来，为着我辩护，为着我伸冤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判断，毋通互因伫我的面前洋洋得意。毋通用阮因的心来讲，你看，代志拄着阮的心愿。毋通用阮因讲，阮已经甲因吞落去。愿爱我拄着患难的人见笑闹开，愿骄傲对待我的人拢失望见笑。愿爱阮受审判无罪的人快乐唱歌。愿因不是讲着尊上主做大，因为伊意爱伊的仆人平安欢迎。我的嘴最旨要宣扬你的义，规日拢称赞你。感谢上帝伸出救恩，带领阮来离开做奴隶的境界。求主帮助阮真心实意来敬拜，并且愿意甘心乐意来奉献家己。互阮会当用真实的生命来服侍上帝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